可曾想過，怎樣的信仰能真正改變世界？曾和大家一樣，懷抱住對基督的信仰，卻不知如何讓這份信仰在生活中發光發熱。直到有一次，教會組織去社區幫助貧困家庭。起初，我只是覺得這是一項任務。可當我看到那些因我們的幫助而露出笑容的人們，我才明白，這就是信仰的力量。我們一起為他們送去食物、衣物，陪他們聊天，給予他們精神上的支持。在過程中，感受到了信徒之間那種因共同的信仰而建立的緊密聯繫。這就是同有的信心。所做的這些善事，不再是表面的形式，而是真正顯露出了功效。大家因為我們的行動，開始感受到基督的愛與恩典。腓利門書1:6月，願你與人所同有的信心顯出功效，使人知道你們各樣善事都是為基督做的。信仰不應只停留在口頭上，而要透過具體的分享和善行表達出來。朋友們，讓我們一起將信心化為行動，在教會或社群中積極參與服事，施予幫助，讓更多的人在我們的良善行為中看見基督的光芒，感受基督的愛。腓利門書1:6，願你與人所同有的信心顯出功效，使人知道你們各樣善事都是為基督做的。歡迎分享、按讚及小鈴鐺。